球在高国豪手上，底角的出手空心球，高国豪第一节已经得到6分。这并没有。工程师现在塔比下去之后，换上戴豪。这是一个碰撞之后，那 Dante Hampton 要站上罚。球在阿斯卡的手上，这一次的切入剩下1秒钟，时间到，插板进。奥斯卡最佳男主角。这个球在禁区，塔比回来又发生失误，失误也是富邦勇士在今年球季其实最大的麻烦。高国豪上篮来了，受到干扰了这个球。塔比的高度放在篮下还是有一定优势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切入到禁区的一个各种的上篮的这个技巧啊，刚才的一个跟进啊，波折跟进的一个暴扣。切入小球再送给吴代豪，轻轻的放进。是否能够先把第3节给把握住？塔比一个大火锅。加西亚再来一锅。冬天吃火锅不过瘾，要吃2锅。新竹可以考虑了，塔比火锅店啊。是高国豪贴在对方高大球员的身上，钻进了2分，偏了。不过加西亚抓到进攻篮板，给到跟上了塞瑟夫，再来一锅，单节第3个。高国豪快速的切入，拉高了插板的角度。他必须要像上半场一样打得更加积极啊。吴鼎前号的切入，再给塔比动起来打，又让富邦再发生一次失误。这一球，这个地板球 leading pass 给宋宇轩，田浩助攻，连续2个关键的助攻，田浩。非常漂亮，地板球的前置位，以球领人的一个助攻。开后门 ，Hampton 左手暴扣。志杰想要 deny